我出身低贱，受尽欺凌，稍有不慎就是性命之忧。于是，我冒死偷师，付出比那些所谓的方家子弟多出数倍的艰辛。当祁煜出现，我就在那里，所以是我坐在你面前。天命不佑，我便逆天改命；天运不济，我便据天运为己有。我方寒就是不信命。我要打破这世间三六九等，就是要与天斗上一斗。我要重塑轮回，开创一条万物生灵皆可容纳的通天大道，让众生平等。人神如龙。